九龍城寨拆遷時，牆上九龍皇帝曾造才的墨寶成了精，夜晚會發光，還能絆倒地產經紀。最誇張的是讓測量儀器全部失靈，搞得發展商頭暈眼花。杯渡禪師手持墨汁路過啟德道，見城牆墨跡如龍游走，他也默在圍板寫下普渡眾生四字。皇帝墨寶化作黑氣撲來，禪師楊袈裟笑道：陛下，江山已改，不如隨老衲超度去吧。原來曾造才執着九龍是我家的念力附在墨跡守護舊城。禪師帶他乘機場快線，指窗外說：陛下看，如今九龍百姓安居樂業，不就是最好的江山嗎？墨寶軟化，留下墨淚。禪師將殘墨收集入功德林香爐，地靈轉化，工人避開文物，新樓保留皇帝風格塗鴉，夜晚發光墨跡指引廁所。現九龍城廣場有黃墨鎮斜牆，考試前摸牆可文思暢通。老街坊說：皇帝墨寶辯護法，禪師一筆安天下。